这个数字资料要来看到，人咧讲食鱼食肉嘛，就菜价。即马大家食肉的惯势和过去已经无相共。根据农委会粮食公司年报的资料，发讲各种的肉类产品内底，咱食上介济肉就是猪肉，也有鸡肉。其他肉类的消费情形有小可无共。像讲过去8年内底，这个牛肉的消费量加2成，若是鱼仔的消费量减较少。主管机关和产业界拢咧要讲，有可能是咱台湾食食的文化慢慢往西方的国家。或者讲人口结构小可改变，嘛拢有关系。车100，3车250。一透早徛伫鱼档的头前，想要买这个上青的现捞仔货。不过根据农委会粮食公司年报，发现讲国人食鱼的比例明显落真济。家人喜欢牛肉，鱼要看怎么样，因为有的有刺，小朋友他们不会吃啊。可能现在比较污染吧，所以有时候可能不敢吃鱼。鱼越来越贵。跟以前差很多。受到饮食西化的影响，意思这个食肉的比例变盘真济。以106年来讲，猪肉甲逐英国食的量差不多，大家人维持这个每年36公斤。鸡肉嘛是略啊升一丝啊尔。不过，若是以这个食鱼来看，民国99年，每一个人平均一年是食18公斤外的鱼肉，了后就一直落价。到106年的时阵，干那剩12.42公斤。若是安尼甲比较落来，食牛肉的比例就一直提升，对每年食无到5公斤。到106年的时阵，已经提升到5.88公斤，也就是讲，伫8年内底已经成长变2成。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有把红肉列为就是2A 级的那个致癌物，就是说有那个研究看得到说，其实它有可能会对我们的那个罹患大肠癌来说是有相当的关系。红肉来说的话，那个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比较多。那以100公克的沙漠鱼来讲，伊的饱囊油脂干那有3.3公克。不过，若是以牛肉、火锅肉片来甲看，伊的饱和油脂差不多是占总油脂的一半，安尼就较会互这个肉的胆固醇增加。另外，若是以环境的永续发展来看，这个牛的碳排放量真正惊人，量基约是占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1/5。营养师嘛建议讲，伫咧选这个卵白质的时阵，要是爱经这个豆仔类甲鱼仔类的优质卵白，安尼唔但会当食到较健康，嘛较环保。记者综合报道。